你係咪經常面對手腳麻痹、容易疲倦，又或者係手腳冰冷嘅問題呢？呢個極可能係嚟自血液循環唔好嘅徵兆之一。究竟血液循環對我哋嘅健康有點樣嘅影響？而佢係扮演點樣嘅角色呢？今集嘅繽紛生活資訊站就要同你一齊嚟探討。其實我哋每日所攝取嘅營養必須經過正確嘅途徑，先至能完全地吸收。而血液循環就係專門負責輸送營養同氧氣到體內嘅每一個細胞，並且去除細胞嘅新陳代謝所產生嘅廢物。所以血液循環如果出現咗問題嘅話，我哋嘅細胞就冇辦法得到足夠嘅養分，而身體各器官亦冇辦法正常操作，以致形成種種嘅小毛病。咁究竟係乜嘢原因令到我哋身體嘅血液循環嘅功能受干擾呢？總括嚟講，長期缺乏運動、飲食唔均衡、生活方式可能會影響體內血液循環嘅運作。所以要保持健康嘅血液循環，實行良好嘅生活作息係主要秘訣。例如適量嘅運動，又或者保持均衡健康嘅飲食習慣。除此之外，攝取對血液循環有幫助嘅營養補助品，例如銀杏補助品，亦一樣可以達到促進健康嘅作用嘅。講到銀杏，佢存在嘅歷史已經有成2億年咁耐，甚至可以話係地球上最老嘅樹種之一。雖然銀杏嘅好處喺近年嚟先至廣為人知，不過喺好耐以前，德國人早已經將佢化為藥品用途。銀杏嘅保健價值最主要係嚟自一種叫做黃酮醇嘅成分。由於黃酮醇具有調稀血液濃度同擴張血管嘅功能，佢能直接對血管壁起正面嘅作用，幫助強化脆弱嘅血管，令佢哋恢復彈性，從而提升血液循環嘅運作。雖然銀杏富有保健價值，但係其中嘅營養係唔可以直接由樹葉攝取，佢必須經過一種活性程式配方嘅提煉方法，咁樣佢嘅營養先至容易被人體吸收，而幫助促進血液循環，達至身體健康嘅作用。血液循環猶如生命嘅河流，唯有保持順暢，至能夠擁有健康嘅身體。記住啦，良好嘅生活作息係血液循環健康嘅秘訣。湯臣活性銀杏精華喺日本以活性程式配製，以提高身體對佢嘅吸收率。想到健康，想到湯臣。